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6月初5，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不幸的代志，又搁发生伫咧，互人堵死的铁路警察这家口仔内，李成汉的老爸昨送病院救无回来。推动罢免韩国瑜的团体和民进党的公职人员做阵扫街催票，韩市长永安所行的地点行程也有改变。美国海军第7舰队昨伫咧 Facebook 公布讲，手下一只新吨级的舰船驶探过台湾海峡。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咱国内今日同款嘛无新增加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尤其已经连续55天，拢无搁发生国内烧胃病症的情形。目前只剩7个病人还搁伫咧治疗当中，剩的拢已经复原出院了。咱等下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盖新的说明。我们今天是仍然没有新增的病例，那累计429人解除隔离，那我们在本土的状况还算是相当的稳定，那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厉行防疫新生活，那跟这个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好像在念经一样，每天都要念过一次，因为这很重要，所以要不停的讲。我们希望建立这样子一个个人防疫的防线。后日6月初7起，台铁甲高铁车内拢会当搁再开放食食。若旅客互相中间会当保持室内1公尺半、室内1公尺远这款社交的距离，喙烟会当唔免挂。过来5日节休困的期间，台铁会搁再开放卖客票，一逝车逝有开放102张。伫咧防疫期间，台铁目前也是禁止伫咧车顶食物件，台铁车头便当卖量嘛，因为安尼落两蛇。因应6月初7的防疫新生活，台铁宣布，虽讲日早时阵也是爱配合挂喙烟甲磅体温，毋过伫咧列车顶悬会开放来卖台铁便当，旅客买当伫咧保持社交距离的状况之下，甲喙烟摕落来食物件。我们还是会请我们的乘务人员来加强巡视车厢。在旅客如果是隔壁座没有旅客，或者是隔壁旅座有佩戴口罩的时候，那是也是可以开放饮食的。疫情是有舒缓，理论上是 OK 啦，真的是比较方便了。若是台湾高铁伫咧6月初1开始，就已经开放旅客会当伫咧车顶食食，疫情了取消的餐车小饮料服务，嘛会伫6月初7开始恢复。指定车厝嘛会开始卖便当。高铁呼吁旅客，若是伫咧甲隔壁座位的旅客会当保持社交距离的状况之下，会当用餐。恢复列车推车贩售及车上自动贩卖机的服务。那商务车厢热饮跟书报杂志服务也是一样恢复供应。饮食完毕，如果无法维持社交距离的话呢，还是要请旅客呢要戴口罩。高铁表示，考虑到疫情还未完全解除，旅客入站的时阵也是爱配合磅体温甲挂喙烟。入站了，若是会当保持社交距离，得当甲喙烟摕落来。5日节暑温的期间，高铁也是会维持全部列车对号。台铁是伫咧5日节暑温开放卖客票，毋过每一个列出120张，才袂钱收济人。记者综合报道。亚岛毒死铁路警察李成汉的凶手，一审判免牢狱食罪。但不幸的代志，所有搁发生来伫咧这家口的顶头。李成汉的老爸昨因为人艰苦，送病院所救无回来，才食到67就来别世。蔡英文总统接到消息了，赶紧指派总统府的苏家全秘书长代表过去表示慰问的心意。刚市长一知影就来到已经过身的铁路警察李成汉因兜慰问。李成汉的老爸伫4号因为身体无爽快到病院看医生，但是因为严重的胃出血，互伊来过身去，家属甲亲友拢相当的艰苦。儿子因为因公殉职而且又遇到上一阵子的这个司法这个判决可能都会造成心理上的一些不舒服啦。他本身就比较木讷，他只是觉得还是对于这样的判决他没办法接受。家属表示，为一审判决了后，本来心情都无好的成汉爸爸变作更较郁卒，伊最近身体阁无爽快，嘛唔愿意去看医生，想袂到就安尼拖着治疗的时间。阮孙仔往生伊，伊过来往生伊，阮阿姆就是妈妈，阁90几岁，即马过来就是爱烦恼这个老人唔知要安怎过日子。家长也特别指示那就上述的部分要我们的承办检察官、公诉检察官跟侦查检察官要跟2审的检察官要密切的合作。
铁路警察李成汉因为工作时阵过身去，今年4月30号一审因为被告有精神障碍，无法度判断家己的行为是毋是违法，所以判着无罪，引起社会讨论。目前专案搁伫咧台南高分2审，真爱关心家属的家的地检署嘛表示，一审的期间拢有看到成汉的爸爸来到现场，对伊的过失嘛感觉真遗憾，会一直伫司法顶头努力，要互李成汉个家属实来公道。记者林伟霆加以报道。除时李成汉这个凶手虽然一审判无罪，毋过就要强制治疗，总是目前法律所规定强制极加才5档。早起法务部蔡清祥部长就讲，这站破拍要保护10层，当然已经有甲刑法的修正案送去到行政院审查，过来因也和卫生福利部互相打合，就去设专门司法用途的精神病院。监护的部分大家都晓得，本来是限制在5年以下。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条文就修正为可以延长，不限次数，不过每一年都要做鉴定跟评估。若讲刑法的修正案已经送去到行政院审查，蔡清祥部长嘛讲，过来要甲监护处分甲精神鉴定的定数拢规定更较完全咧。毋则保安处分执行法的修正案也已经伫咧制定了。行政院苏贞昌院长当然已经有吩咐内政部市公安部长、警政署陈家钦署长，都要尽量照顾李成汉的家属。另外，行政院也已经通过《警械使用条例》条文修正的草案，这就是要让警察人员当值的时，更加会当运用手边的器材，以保护自身的安全为优先。今日是高雄市罢免市长的选举开放运动的上届尾日，推动罢免韩国瑜的团体和民进党的公职人员甲做伙出来扫街吹票。刘世芳立委甚至佫讲，教育所在佛光山已经有召回信徒，唔通去挡这张罢免票。毋过佛光山这边也有写清讲，那这站实在是无影。最后一天车队扫街，罢韩团体先到庙拜拜，才阁出发。对隔天特别投票，罢韩团体连天气状况拢先掌握，呼吁民众同适合出门投票的时间，希望确保投票率。明天可能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阵雨，大家一定要拜托，早上、中午天气好的时候，赶快出来投票。骑起扫街车，罢韩团体对左营一路去到南马溪，另外一边高雄民进党公职嘛对市东部出发扫街，重点同款放伫个左营到南马溪。不过这区的立委刘世芳指控，佛光山通知信徒卖参与投票。目前我知道，我们高雄最大的宗教团体佛光山，居然受到反罢韩团体的影响，要求他的信徒不出来投票。我想这样的方向是错误的。大家都知道，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是我们自己当为国民的权利。对此，庙方无正式回应，但认为是黑白讲。强调佛光山因为疫情暂停开放，最近拢无甲信徒接触。另外，听讲投票当天会有人到投开票所外口监督箱来投票。高雄市选委会嘛提醒，选民当天唔通做支持，也是反对罢免的活动，以免违法。记者黄家川、郭建顺高雄报道。总是今日韩国瑜市长市政的行程同款照行，公开致辞的时，伊也拢无讲到罢免这条带。不过本地沿岸又安排要去爱河边视察，地点却临时搁改，无非这是要闪开罢免团体所领导的游行。市府的新闻局这边是讲，市长行程的安排和游行的线路互相是无直接牵连。欢迎我们市长莅临我们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准时来到会议室，主持市政府为着拄啊踏入社会人免怎找头路的影片，勉励少年人虽然拄着疫情无好找头路，嘛是爱加油。我们了解下一代年轻朋友，只要我们适时、适当、适切推他们一下，这些年轻朋友就有无限的可能。拜六特别举行罢韩投票，为韩国瑜的面看不出伤济表情，照常出席市政行程，甲所有的人握手问好。不过韩市长原本5号暗时要伫爱河勘察 LED 路顶的工程，临时改到破坏东明路口的爱河之星，红街都是调工要劈开罢韩团体游行路线。对此，新闻局作出回应。当然，如果说罢韩路线有这样的巧合的话呢，能够避免冲突，也是我们的初衷哈。所以这个基本上时间的更改跟这个没有直接的关系。郑兆新董事表示，为了避免冲突，拜六市长的行程完全未公开，希望外界会当谅解。明天呢，因为是投票日，
那么投票日的曝光呢，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哈，所以明天我们市长的行程，就算可能会有一些会勘或者是勘察，但是基本上都倾向于不公开哈。韩国瑜也表示过，得胜罢免的结果出炉，有可能选择无爱表示意见，然后嘛照常市政的行程做好手头的工作，对去高雄市民是目前上重要的代志。记者陈以莹、陈兴坤高雄报道。咱再来讲，近来内政部修正选举罢免法，计共有100通条。新规定讲，若涉缴半要影响胜败，上重会当判到5重。搁有就是禁止外国的资金来甲候选人倒看广告。啊，搁有若已经政党提名，搁去收人的圆仔汤钱退选，这连提名的党都要重罚。啊，毋过人若无徛伫咧户口所登记的所在，敢会当用通讯投票？这暂是无列入去修正案内底。针对选罢法修法，内政部提出修正草案，重点包括保障心心障碍者的选举权，落实公约规范精神。选举广告实名制，规定竞选期间看相关的广告，要注明刊布的资讯，嘛禁止境外资金。为着要方便政党理念的宣传，新增加不分区立委电视政见发表，用过是以纸本联署申请登记总统、副总统的方式，即马是新增加电子联署系统。若是一个公职人员候选人，更会当依个一个政党推销来限制，但是无适用伫咧总统选举。这个修法上重要的就是要净化双方，若是经营搅拌，会当判刑5重，而且佫增加收圆仔汤的连坐条款。就是已经得到政党提名的人，若是对其他资格候选人用诬陷方式，予伊放弃选举，法院判决确定了后，推销的政党嘛受到连坐处罚，相关罚5000万。政党初选的时候就把这个有12银牙藤什么这一些，把它这个范围呢，让它扩得更完整。因为以往政府管不到政党初选的问题，都透过他们自己私权去做法院的去做争执或怎么样。内政部甲选罢法大翻修，总共修正112条的条文，强调是为着要让选举罢免的制度对时代来进步，让草案更较周至。啊，毋过外界讨论真久的无在籍投票，却无计划纳入去。国民党立委后面开的质疑，这会让大家感觉是有弊端的修法。不在籍投票绝对会是重中之重。如果说这次的选罢法没有把不在籍投票的规范类纳入的话，我真的觉得这样的一个修法没有修到最准确的地方，这反而是一个让大家觉得有弊端的一个修法。那不在籍投票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反而更容易受到境外势力的影响？尤其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投票的行为哈，我相信没有人会相信在那个地方能够有自由意志的一个表示哈。内政部指出，无在籍投票会先拄公投投票来试办，先有事件投票的实作经验，再过来讨论会减少争议。若是选罢法修正草案会送行政院审议了后，再个送请立法院，预计上近2022年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就当来适用。记者综合报道。早起，蔡英文总统甲赖清德副总统做伙接见英国在台办事处的代表 Catherine Nettleton， 一来感谢英国支持台湾参加国际事务，二来因两人也表明讲，咱两国拢是民主自由的国家，毋那英国开声帮助香港人民，台湾呢已经开始推动专案的计划，要来斗出一点力咯。英国在台办事处代表唐凯琳。总统蔡英文初5甲英国在台办事处的代表董凯琳会面，除了讲到台湾、英国未来会有更较侪合作的计划，更较重要的是中国推行香港版的国安法，英国当咧演绎因应的作为，台湾嘛有援助香港人的专案，英国甲台湾拢咧甲香港斗相挺。民主、自由、人权都是台湾跟英国共享的价值，我们也非常期待跟英国共同努力，相挺香港人民，相挺普世价值，一起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蔡总统嘛，搁一届感谢英国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嘛表达对英国首相强生生后生的祝福。台英双方伫咧防疫顶悬有更较侪交流，未来嘛会强化经贸关系。是代表英国政府，然后英国的支持的充分，对您表示祝贺。你们的努力促进了台英双方关系的增进。这几年来关系的加强可以说是有目共睹。
最近台湾甲英国的关系变较好，有英国的媒体报道，传出英国暗算伫咧5年以来承认台湾的主权。英国前外交部长亨特，初时伫咧英国《泰晤士报》投稿表示，中国若是放弃和平的方式，甲用武力统一台湾，对西方民主国家来讲是真大的危险，有可能会破坏政治次大战以来确保世界和平甲发展，更是中国会威胁到全球的特殊。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虽然香港政府是掠传染症做理由禁止民众汇集，毋过昨暗也是有几2千个香港人手举蜡烛，同款要纪念绿树天安门事件31档。伫咧市区内底，嘛是有警察又搁起骹动手，要甲汇集做阵的民众赶互四散。警察提几赶人，各甲民众996入暝了后的旺角，发生人山混乱的场面。立即离开现场。香港因为限聚令禁止举行大规模活动，不过不少香港市民也是主动去维多利亚公园提蜡烛，参加绿树31周年纪念活动。纪念会主席李道仁暗时8点伫现场网络直播，9分钟了后，现场民众共同为1989年的罹难者默哀。纪念活动虽然无主持人也无舞台，不过所请的蜡烛点到威恒6个卡球场，活動是真有特殊。就可能就係收張告票就係2000蚊，咁呢個就係我哋今日嚟到呢度嘅風險。出年我哋唔知道我哋要承受咩風險。除了少年人嘅身影，70歲阿媽也堅持企出嚟。你呢啲人哋咁多年都做開呢啲，你而家立咗呢條法例，好似乜嘢都唔得咁樣，冚唪唥都收緊晒、破壞晒。每年主辦威恒暗會紀念會，話平反綠樹的口號。不過，另外有一陣更較少年世代，說是想要香港獨立，看出30年來中國對香港政策也影響2個世代訴求。接下來我們不放一個，我們當年綠樹抗爭學生之一的王丹也在這一天主持網絡會議，線上播出紀錄片，也邀請當年抗爭的朋友烏爾開斯甲各地民運人士開講，香港黃之鋒甲台灣的林慧環也攏參加紀念。記者綜合報道。香港的立法會也已經三讀通過國歌法，未來若是有去改着中國國歌的歌詞還是歌曲，互人認定講是侮辱國歌者，極計會當罰金港票5萬，兼閣加禁3檔。咱陸委會這邊是講，香港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已經日益降低，這條法律若閣實施，人權甲自由恐驚會閣繼續倒退。在規個亂糟糟的情形當中，香港立法會以41票比1票通過國歌法。雖然辯論的過程當中，泛民主派議員提出各種修改的意見，不過攏互否決，甚至有幾下的議員小連續佇咧會場破真臭的物件，互會議暫停。That this legislative council controlled by Beijing stinks too much that we can no longer suffer. We can no longer suffer it. Hong Kong people no longer suffer it, and we want a new democratic Hong Kong. I have not cut short the meeting, and I have not pushed through the bill. I have told members that I have scheduled 30 hours, so I think we just work according to the schedule. 落尾，國歌條例草案也是伫咧泛民主派議員反對的口號當中來通過。未來若是有侮辱國歌的行為，會當罰港票5萬塊，差不多是新台票19萬，而且還佫愛關3年。針對這點，台灣陸委會表示，國歌法恐驚會進一步限制香港人的言論自由。港人對港府的信任是急劇降低，未來這個法在施行上面應該要避免執法濫權，不要讓港人的人權自由倒退，以及內部對立撕裂的問題持續惡化。另外，針對香港人道援助行動專案，陸委會表示已經送去行政院進入行政程序，等完成了後會趕緊對外公布說明。記者綜合報道。美國海軍的第7艦隊昨晚在 Facebook 公布講，收獲一隻新盾級的艦船駛探過台灣海峽。昨拄當是6月初4，時機敢會有較敏感。美國是強調講，這是國際法允准的範圍在內，也是因針對印度洋、太平洋自由地區安全的保證。咱的國防部嘛說明講，船隻經過的過程攏有完全掌握。
美国军人搁在航行经过台海，美国海军第7舰队车5并且主动亚攻，注目台湾海峡。新盾级的驱逐舰莱塞尔号部署第7舰队，车是通过台海，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安全。因为时间拄好拄到六四事件31周年，时机是真敏感。美方是回应讲，这个举动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区域的承诺，而且继续伫国际法稳准的所在执行任务。无论迄当阵发生任何代志，国防部拢强调讲，国军有专程掌握。美军的一艘作战舰在4号由北向南航经台湾海峡，执行一般的航行任务。之后持续向南航行，那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的作为，能够全程的掌握台海周边的基建相关动态。碰到6·4 31周年，那么又因为最近香港的局势的变化，所以会让大家产生一些联想，这也无可厚非。那么对于区域的稳定当然是有帮助的。这是美南今年第7遍通过台海，同时嘛是蔡总统520就职以来第1遍。美南伫6月初4台海出现，同一个时间，互看做中共攻击台湾的主战部队——中共解放军陆军第73集团军伫东南沿海进行实弹射击。台海当面的这些部队啊，或者是东部战区的陆海空军、火箭军。当然，他们的训练我们会感受比较深刻。对于长期观察解放军的人来讲，这些其实常态化居多。学者认为，无需要过度放大解读共军的作为，国军嘛照现有的行程，伫屏东高屏基地进行天马、雷霆、神弓3项飞弹射击操练，飞弹射出去，判出柑仔色的尾火，气势是真惊人。国防部长严德发坐镇视察，平常时啊加流寡汗，战争的时阵减流寡火。开始发挥无对称的作战能力，守护国家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的消息，昨6月初4，美国的民众嘛有替迄个去互白人的警察暗棍算甲长回的黑人举办追思会。一个同款是非洲血统的黑人牧师，就公开要求川普总统唔通干那手提圣经伫咧宣传，上好是直接行出来面对抗议的群众。这个牧师甚至佫讲，美国讲到有偌伟大，将来嘛毋捌包含黑人在内。弗洛伊德的追思会分别伫明尼亚波利斯甲纽约来举办，两地拢有千人参加。其中伫纽约有1000个人来。弗洛伊德其中一个兄弟泰伦斯对大家的支持表达感谢，毋过嘛强调讲无愿意看到街路出现暴力的行为。My brother's gone, but the Floyd name still lives on. This song that's playing right now, a very, very good friend of mine. 在明尼亚波利斯，也就是弗洛伊德无名的所在，嘛有1000个亲友前往告别。Everybody wants justice. We want justice for George. He's gonna get it. 美国会的民权牧师阿尔夏普顿嘛伫追思会顶悬，呼吁川普敢要规气都别强行出来，摕圣经去街路，甲抗议的民众面对面，也可会当互人翕相。 We cannot use Bibles as a prop. George Floyd's story has been the story of black folks because ever since 401 years ago, the reason we could never be who we wanted and dreamed to be in is you kept your knee on our neck. It was not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hat killed George Floyd. It was that other pandemic of racism and discrimination that killed George Floyd. 夏普顿讲的是，川普伫咧初一捌特别行去互做总统教堂的圣约翰教堂，而且佮伫咧教堂头前手提圣经发表言论。伊嘛表示，美国的伟大从来毋是为着亲皮肤色的认证，打定下甲女性等等才伟大的。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即阵还佫有另外一桩种族冲突的案件，当伫咧经过法院审理。就是今年2月，一个25岁黑人的男性出门去慢跑走行，煞去互2个白人的白囝开枪克死，凶手甚至逍遥法外2个半月。迄个开枪的后生，即马调查出讲，犯案的时阵有吐出种族歧视的言语，即站才是大严重。美国乔治亚州一个25岁非裔查甫人阿贝瑞，今年2月23出外运动的时阵，去一对白人的白仔囝分别摕底枪甲蜡烛来弹，全无命。犯人佫逍遥2个半月才去互抓起来。检方上新的调查指出，涉案的后生崔维斯伫咧庆祝阿贝瑞了后，佫讲出种族歧视的话。Mr. Bryan said that after the shooting took place, before police arrival, while Mr. Aubrey was on the ground, that he heard Travis Michael make the statement.
警方调查发现，涉案的爸爸葛瑞格里捌伫当地担任检察署的调查员，去年才打退休。伊讲叫是阿伯瑞是窃盗犯的嫌犯，而且后生去用攻击，才会对伊来开枪。Complete shock. I've never been involved in anything like that before. Complete shock. 迄个抢劫过程的查甫人布莱恩，经过调查发现，同款嘛涉嫌参加掠捕阿贝瑞的过程。Mr. Bryant admits to joining the pursuit of Mr. Aubrey. He admits to trying to block Mr. Aubrey in, trying to detain him. 涉案的爸仔囝格瑞格里甲崔维斯会面对谋杀罪名的起诉，迄涉案影片的布莱恩会面对谋杀甲企图非法拘禁的起诉，目前三人拢否认罪行。记者综合报道。下晡上最新的消息来讲，进前北方食品公司伫咧花莲县内申请要起大型的饲鸡场，遭受到侪民众打出来抗议。但头拄北方公司也宣布讲，未得到花莲的乡亲证人认同进前建设饲鸡场相关的作业，即时开始拢总暂停。北方公司按算要伫花莲县大规模去饲鸡生卵，煞遭遇到在庄的民众一摆搁一摆的抗争。北方公司他嘛表示讲，已经有提出上界大的诚意，和地方各各级的政府沟通。毋过公司这边自认讲，无得到公平对待、合理讨论的机会。为着保持地方和谐，所有花莲建设饲鸡场的计划决定拢要暂停。咱过来讲，6月初7，咱国内特别解除大多数的封锁令。交通部嘛宣布讲，若能保持社交的距离，在公共交通工具喙炎会当免搁挂。台北市和新北市两边嘛表示配合中央的政策，敢若要求民众上公车，甲行入捷运站门闸的时，都要磅体温挂喙炎。坐落去车底，若距离保持有够，就会当免搁挂了。他没带他上车以后，他说我想保持社交距离，可是问题是那个空间就只有那么大，所以我觉得那是有困难的。不放心就一直带着就好啦。国内疫情缓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6月初7开始，防疫措施大解封。交通部嘛放令，包括客运、台铁、高铁等等的大众运输工具，只要伫车内会当维持社交距离，就会当唔免挂喙炎。若是湘北市的公车、捷运，嘛会公布顺时钟。上公车的时候要戴口罩。进到捷运闸口要戴口罩。至于你进去之后，在车厢或站内，如果你旁边可以维持社交距离的时候，可以不戴口罩。现在中央就是说，只要你能做到社交距离，也就可以不戴。所以这就是我们很 confused， 然后我们只能管上车跟进闸口。还是锁着，如果没有办法保持社交距离，都要把口罩戴起来。尤其进到场站内，我们希望还是量体温，戴上口罩。但是天气慢慢变热，伫无冷气的校园内底，学生仔的喙暗恐惊挂无啥会调。校友义嘛表示，入去学校的时阵，维持爱量体温、挂喙暗，也若准讲会当保持社交距离，也是体育课等等室外的课程就会当退落来。若是7月中要就落的进行3杯冠，湘北市有多一寡配套措施，民众嘛真关心。像我们的3024个商圈，都打8折来做优惠，以及我们的旅馆。也是8折。的振兴券，还有我们商圈跟夜市，跟我们的旅宿业者，还有台北市的观光景点，怎么统一的来做整合？后疫情时代，县市政府坚守防疫嘛要拼振兴，慢慢恢复正常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扫落来中部来讲，昨台中的检察官去到成益文旅这间连锁的旅馆，手下5间店头搜查，查出去年冬天这间业者可能有开不实的发票，甲入人客假名单，甲政府申请国民旅游的补助，等下甲负责人甲员工一行12名带登去审问。啊，成益文旅这边是表明讲，一切拢合法，嘛会配合调查。成益文创旅店，台中的营业点照常咧营业，不过煞伫咧初四，互检方搜查。台中检方针对伊5个营业点同步做搜查，饲料站嘛伫咧暗时，甲12个主管带登去侦讯。检方查出这间旅店疑似申报无老实，2019年乱当的补助，怀疑因诈领补助款。似乎是有员工或者是亲友那以这个
以入住名义这边来去申报这个补助的状况。那但是我们勾稽这些相关的这些会计账册发现是有一些异状。成业集团下底的饭店，主要是文化创意甲文青的风格。全台湾包括有淡水吹风、台中朝日子、甲嘉义松路等等6间的营业点，其中台中阁互市府来做艺术的焦点。检方甲相关的校铺甲带媒的资料查倒转去，发现因的营业点用无实在的资料来开发票，假做带媒的名单资料了后，阁申请2019年暖冬的补助。金额还阁伫咧估价当中。检方指出，营业点提出带媒申报的资料，不过实际上疑似是无真正去带，申报无老实。也若成立这边嘛发表声明，因质疑讲目前时间点是真敏感。我们也是疑惑说，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要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查？但基本上就是所有我们旗下的分馆，只要政府有需要，我们都会来做所有资料的一个提供。承认这边是强调讲一切依法处理，嘛配合检方的调查。也若检方经过调查，目前甲姓地负责人车倒转去，负总以30万块交保，其他相关的人士以5万块至10万块交保。这个案件还阁伫咧继续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桃园一个姓黄的男性，几两摆送庄去告桃园新竹，甚至新北市的警方，还有计程车行种种。啊，毋过伊所写庄纸的内容煞拢讲无清楚，裁判费嘛拢无纳，甚至连9个法官伊都告惨落去。当桃园地方法院认定伊滥散运用司法资源，乌白提出告诉，该罚金6万块。他是要跑的啊！我要跑完，我在这里等警察等20分钟啊。桃园一个姓黄的男性，几啊届对桃园、新北、甲新竹的警方，还有客停车行、交通公司等等提告，诉状内底话是拢讲无清楚，嘛无保证，阁无爱纳裁判费，去互法官驳回了后，阁甲这9位法官提告，去互桃园地方法院认定是乌白提出诉讼，才罚6万块。裁定请当事人补正他所请求的原因事实以及法律的依据。那么，并且请他缴纳这个相关的裁判费。原告没有依照这个法定的期限内去补正。桃园地方法院表示，原告提起诉讼，都要纳裁判费，若是无纳，就是起诉无合法。法官驳回了后，无按正当的管道来寻求协助。颠倒告法官滥散使用职权，所以诉请损害赔偿。法官认定讲，这个姓黄的男性已经真侪届乌白提出诉讼，超工浪费司法的资源，问题是真大。为数又不少的话，可能也会间接排挤到其他民众对于这个诉讼资源的使用，所以才依民诉法249条第3项的规定做出相关的裁罚。地方法院认为讲，这个姓黄的男性无保证，各告法官已经不是第一届，隶属司法人员无用，阁无采工，甚至影响到其他的民众使用诉讼的资源，所以以民事诉讼法，甲当当裁罚6万块的罚金，而且伫咧裁定书内底写讲，法院不是互你佚佗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台塑集团手下台湾化学纤维公司，去受到美国甲中国贸易战争的影响，营业收入比去年减稳2成以上。搁再因为武汉肺炎所致，今年头一季营业收入同款嘛是无同好。啊，目前石化塑胶原料继续是有史以来上界低的时阵，第2季营业收入恐惊会搁较歹。108年的合并营收是3154亿9906万元，是减少了835亿7518万元，衰退了20.9%。台化股东会台塑集团总裁王文恩无出现，改由副董事长洪福元来主持。去年营收表现无好，衰退2成以上，强调主要是受到美中贸易战的影响。想袂到今年佫爆发新冠病毒的疫情冲击，毋但今年第1季了钱，第2季嘛无乐观。台化顶半年营收表现是真凄惨。合并利益由前一季的获利转为第1季我们是亏损的。石化塑胶原料的价格处于历史的新低档，预估呢，它的营收会比第1季低，主要是价格的因素。受到疫情的影响，石油的需求减少，今年油价落到历史新低。不过最近的油价会慢慢回温。学者分析，6月石油的价格会出现反弹，甚至大规模起来。需求在回升，然后供给呢，事实上是OPEC Plus在减产，6月呢会报复需求，到年底为止，这个油价是往上走的趋势呢，恐怕很难挡。布伦特呢会更高，可能到54块、55块。
下半年国内石油的景气，学者分析会慢慢啊回温。不过关键也是新冠病毒的疫情敢有控制条例。但是欧美主要国家的经济已经受到影响，短期以来经济是真歹全面复苏。就发展业今年拄到的挑战真大，但是强调只要市占率无降，今年要赚钱也是有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国中升高中教育的会考，今日考试的成绩单开始寄出去。负责办理考试的机关师大心理与教育测验中心指出讲，甲去年比起来，五科拢有赢面的学生了有增加。若五科拢真舒适，人数嘛有较减。搁有就是考试的题目所出迄条写作，我想要开一间这款的店头，学生所写上介济是讲要开咖啡厅。学校管制手机，要知影会考成绩的学生，头一节下课了后就去电脑教室。就考试出来的时候有对过答案，但是我是很怕我填错答案卡，就是很怕我对错答案。很想念哪里？北一女。强项是英文听力，所以基本上考英文听力的时候都不会错，然后没有听力，所以就损失比较大。师大成绩中心指出，今年英文因为疫情取消听力，拢是阅读测验，三顶题比率甲过去几年是差不多，但是锻炼的考生占比比去年较悬一丝啦。整体来看，五科锻炼的考生比去年小可增加，五科需要加强小可下降，作文6级分有增加。很多学校们他们也对学生的写作有做一些训练，而且我们这么多年。我们的题目都陆陆续续公告，大家也都大概知道说这种引导式的写作，比较好发挥。今年作文想要开一间什么款的店？真侪考生想要开咖啡店，或者是柑仔店。有考生想要开一间有客家特色的福菜面店。讲到甲阿公阿嬷的记忆，嘛讲到无法度甲因用客话来沟通，得到6级分的肯定。想象。动机、缘由或者规划的蓝图去做简单的说明，完整，这个大概就有4级分。会考成绩出来，考生刷落来爱来填志愿。升学专家建议，会当参考去年答对题数甲录取的标准来评估今年的落点。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若是做工会中间，民用有去损伤着者，目前劳保的给付，女性会当领360天的工资，男性才会使领220天尔。劳动部今嘛解释讲，会有这款政策，是因为这项规定伫咧40天前就设落去啊。这当阵时势变迁，当然都要赶紧会议检讨看安怎样修改，才有下情理。那是因为做工会怎造成头面阿妈棍有明显的起甲落蚵，民众得当申请劳保的买形式连给付，不过这个给付男女却是有争差，像讲女性干损会当领360天的给付，男性却干会当领220天，引起外界质疑有差别太巨。那个头脸颈部那个失能等级，这个是就是早期68年那时候参考日本的立法例来定，那有它的时空环境背景，失能给付里面相关的标准都是做一些综合考量。那我们在下旬的时候也会开会。根据劳保失能给付的附表，被保险人头面甲阿妈棍受到损害有明显歹行的人，伫咧同款的给付标准，以1个月投保薪水45800块来计算，女性会当领到549000外，男性所干会当领到335000外，警察超买21万。民间团体认为，给付制定的标准是反映当年的传统价值，不过以即卖时空背景来看，确实有问题。在当时的时空状况可能会比较有一些性别歧视的状况，例如说认为女性可能就是会比较需要重视外表，那男性可能相对来说可能就是他的工作成就不一定是在外表上，所谓的丑型就是外貌的部分，就是他应该是不分性别的。既然是这个失能给付，重点就是回到失能这个事实嘛，你是不是工作有受到影响？我要针对这个事实去判断，而不是去预设说你是某个性别，所以你一定怎么样。民间团体认为，讲买形失能给付应该回归给付的理由，也就是面阿妈棍有明显的气感泄气影响到工作能力，不是以性别来评断。面对外界质疑的声音，劳动部表示，会伫6月底邀请医学性别专家共同来开会讨论失能给付附表，而且做检讨。记者综合报道。真兴3倍券难免就要分落去了。各所在地方政府嘛拢真拼力，咧争取人客去行骹到。你像花莲关玉里镇，遮就特别设计店产力，有乌形搭过的骹步号，佮讲会当互旅客家己亲身落去学挂条啊。当然去到地，一定也有上界青、上好口味的农产品的料理。透过空气机的画面来看，花莲玉里镇的条仔田内底有鱼的脚印。
边仔阁有台湾的图，互囡仔兄囡仔姐会当伫咧内底弄歌，原住民嘛来遮庆祝修行甲唱歌，餐厅的业者阁会当伫遮办桌甲食物件。今天的活动算是整个黑熊脚印的一个开端。除了这个2个熊掌之外，隔壁的田区有另外一个图案。人流都回来了，对，当然我们觉得说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花莲因为即马无疫情的状态，搁加上伫要发3倍券，因为安尼旅游业者对未来是较乐观。玉里镇阁是全国猪仔上大的产区，边仔阁是乌熊的故乡，玉山国家公园，所以镇公所特别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希望会当帮助农民。在这一段时间呢，防疫期间呢，心情也苦闷很久了，鼓励大家多来我们玉里镇。我们希望可以推荐给台湾消费者一些安心，而且是有经过设计的国民旅游，而不再是过去，譬如说我就开车去玩就好。镇公所强调，玉里种猪仔的面积要300公顷，已经有50外个种猪仔的农民参加，嘛互民众体验挂猪仔的活动。这猪仔拢是有摕到优良美的认证。不过因为今年的绩效无好，所以这个活动嘛是为着要帮助种猪仔的农民。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讲彰化县，逐年拢会替种细粒头仔豆摕到冠军的农民举办观摩会。但今年就是秀水乡的农民林胜钦先生摕到头名，伊也尽量说明栽种的技术分种人栽，兼搁把握机会，争取愈侪无共款的线路，尽量推销伊苦心栽培出来口味上介叫的细粒头仔豆。大批农友加入去头仔豆园，向今年伫咧彰化县第5届小果头仔豆评鉴得到冠军的林胜钦，请教伊个这片头仔豆园的撇步。因为去年我就怕它不够甜，或者是长太少，然后不漂亮，就肥料水一直给，结果版的番茄变得不甜，又长得很少，然后品质也很差。今年不给它的话，反而比去年都好很多。林胜钦经过真侪摆测试，才互头仔豆的甜度会使升到11度，而且拢无验出有农药残留，逐粒食起来口感好，也互人食会着安心。彰化上有经济价值的农作物，主本是稻仔、花、葡萄，也有芭乐。不过这几年因为有真侪少年人回来故乡研究头仔豆的栽培技术，即阵伫咧彰化包括秀水、宜林、社头，也有田中10外的城镇，计共有300外公顷的种植面积。专家来到这，佮甲咱的这个果农来做这个相关的一个上课。那透过这5年来咱的秀水农会安尼举办，每一年会使讲咱所产生出来这个番茄的品质一年比一年还要好透过1年1摆的冠军头仔豆果子园的观摩会，互农友会使伫咧遮交流，互相研究头仔豆的栽培技术，也做伙开创各种行销的平台，互大家辛苦种的头仔豆会使进入更较大的市场，增加收入。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义。现代社会环境发展，大都市的人不时就咧笑念田庄、笑念田园、山明水秀。讲到这个山明水秀，咱就想到彰化就一庄头，或者秀水，这离彰化市无介远。山明水秀的田庄，演过嘛有台湾歌的歌词伫咧描写，就是这条黄三郎作曲的《思念故乡》。来听头一拍国情歌词内底，招你做伙来欣赏讲：山明水秀，天气烧热，甘蔗落落唱得歌，水牛食草田花苕。甲伊谈情甲相报，思念阮故乡自然的山河。如今离开千里远，想着心焦躁，想着心焦躁。这条思念故乡内底歌词所表写，真正拢是田庄的景致。甘蔗落落唱得歌，有影哩。这写得袂输，敢若镜头扑伫咱的目睭前共款。汉字这个落。正手边一日新，倒手边一日长，就是讲咱人生做真路，甘蔗落落这日落，就是安尼写。水牛食草，田花苕，这真正拢捌经过过去农村的时代，少年家心内才会当体会啦。尤其这条歌幕后，佫一个典故，这才有曾荫文老师的研究。演过杨三郎亲写这条歌的时阵，伊就是剑会小马来这出新剧，国前捌甲你讲过。舞台剧较早咱讲做新剧，后人讲做新剧。新剧剑会小马来内底的插曲，结果作词的人因为牵涉到白色恐怖案件去互人掠去，
集权统治的时代，作曲杨三郎老师心内嘛惊，想赶紧去找谁？去找捌替伊写高鸾花、捌替伊写秋风夜雾这个作词家周天梦老师，甲讲我共款这条思念故乡的曲，你甲我改一版啊歌词好无？周天梦老师笔压起来，才甲改无共款的歌词，歌词安那写起真感动人。共款思念故乡的名，内底内容了有过去过，毋过无改变，完全相像。就是国政安尼讲，嘛是咧写农村的景致。咱过来听，无共款的歌词，讲我骑水牛，你来饲鹅；我来捕蝉，你来打黄。黄啊捕落心头酸，春来秋去日头长。为何爱情来爬远？可爱的故乡，可爱的山河，今日离开千里远。啊，何时再相会？何时再相会？黄啊捕落心头酸，因为永早的做田人看天食饭，春来秋去日头长，毋知要等到当时才会当收成，毋是干那黄啊捕落惊袂当收成尔。我嘛烦恼讲，为何爱情来爬远？爬远就是讲，这生命拢无人做你，咱的爱情敢会悠远来爬远呢？因为我这当阵，我已经离开故乡，伫咧思念可爱的故乡，当然嘛伫咧思念可爱迄个人，感叹讲何时再相会？何时再相会？同款，转来看彰化来讲花坛中庄村的村长李秋东，因为特别感谢村民的支持，逐年拢开放家己5分地菜园，互众人免费去烤菜。伊讲家己所种的菜色拢无除农药，水尾好又搁天然，逐年嘛确实拢有真侪村民欢喜来吃麦饭菜。以前小时候有啦，嘿啊，现在长大很少走进田里面，不好意思，嘿啊。觉得好玩吗？很好玩，而且是下雨天更有回忆。野雨伞、穿雨满，就算讲落雨，大家也是真骨力慢，因为这慢着的菜色，不管是芥拿或者是油菜，拢免钱。提供菜园给大家买菜的是彰化县花坛乡中庄村的村长李秋东，因为特别感谢村民多年以来对伊的支持。10外当前，伊就开放5分地左右的菜园，给村民来买，回报村民。10多年啦，对。做啊，即摆来到，伊拢真习惯啦。每年一年一届，甲大家结缘。李秋东表示，家己种的菜色拢无喷农药，芥拿因为吸收二期稻啊刮落来了后，长乖暖气所产生的有机质做养分，所以特别脆搁甜。现场也传素食的物件，要互乡亲买菜回来了后，会使享用田里的好滋味。伫咱冬尾时，利用咱田的无咧保稻啊时，种一寡青菜。互咱在村民会当做伙来做伙同乐啦，农闲的一个乐趣。中庄村顶顶下下，因为村长的爱心，互大家会使组织做伙，享受做事的快乐，也搁较珍惜一片土地。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云林县好尾近来开始伫咧收1期的土豆，毋过因为前阵大雨落久，农民抢咧收，煞无全所在通好拍土豆。但今年好尾公所甲警方申请12公里长1个月路权，开放农民去拍土豆，也免惊讲占用着道路，会去互民众检举了。今年进入土豆采收期，但受到顶一阵大雨影响，现在采收的土豆需要大场地赶紧来拍日头，才会当维持好品质，卖着好价销。但往年农民若是找袂到所在，就直接在道路拍土豆，嘛特别用路人检举。经过日拍的。介绍会较土豆会较芳，你也用坊间呢，这个土豆的芳度，就失去伊的迄个土豆的味啦。过去倒在门口定条细虾啊拍，拍久拍一工，雨来咱就足废气的，连咪收连咪变，连咪砍安尼足废气，来遮日头咩，日光拍会到，加超提高超2工至3工的时间。后尾公所表示。为着要土豆农会当有够空间来拍土豆，公所会定来14日中选出适合拍土豆地点，先向警方申请1个月使用路权，希望这段土豆采收期会当协助农民拍土豆，并提供交通做项建设等，提醒用农民爱小心。会请到咱地区的巡守队甲派出所来甲因协助顾这个土豆吼。咱总共有14里30位，拢总有12公里的长。的所在是互农民申请，会当来做这拍土豆的工作安尼，确保着咱农民这农作物这个安全。后尾公所表示，今年1期土豆受到大雨影响，平均的收成只有6成，
农民采收后，紧急需要拍裤豆场地，公所才会头一届帮农民来申请路权，当作拍裤豆来使用。如果有需要农民，拢会等到好尾公所农经课办理，去将有年报道。讲到减基的问题，咱新竹县的猪数量是饲真济，每一年用水量拢大概48万吨。不过真济拢是抽地下水起来运用，嘛常常因为所排的废水有歹味，去互人抗议。但即摆有新增加一套过滤的系统，会当好好改善水质甲空气咯。为水管流出来的水看起来是真清气，真了无像饲猪的废水，摕甲过滤前的水比较，看起来是更较明显。这套系统主要是透过内部差不多有30至50个纳米的孔，有效来阻挡垃圾的物件，佮甲水回收再利用，达到循环经济。这套系统计销19万，差不多3年到4年就会使回本。利用专利的技术把它夹在一起，变成一片一片的东西之后呢，再把它透过这个通水量，把水能够循环产出来，放到这个桶子里面，再抽到它的蓄水池里面，它可以随时的要冲洗猪舍，要清洗猪的身体，就用那个干净的水直接来冲洗就可以了。饲猪超过50年的农友表示，牧场内底差不多2500只猪，大只猪啊，每天的用水量差不多是20公升，用水量是真大，所以减少废水的排放，对牧场来讲是真有帮助。可以降省了很多地下水，又可以省缴很多水污分，都少抽地下水，能够保护水资源。第二个部分呢，你的放流池、中层池的部分少排放出去，也减少污染，也能够达到你的经济效益。目前这套系统已经成功在新竹县使用，后续要买在桃园、彰化、甲云林等等的县市来撒动，希望除了会使因为安尼减轻河川的负担，会使减少抽地下水造成地层倒落的问题。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咱过来讲，6月初一起，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开始进行19年来头一摆改建的工程。目前的展览嘛，刷去到普悠玛卑南史前遗址公园继续举办。这边展览的内容就是特别邀请高中、高职、甲大专的学生，阁有一寡原住民的艺术家，创作出200几项的艺术品。咱嘛做伙来看嘛。入去卑南遗址公园做工龄教室，台东体育中学的学生的作品就放伫咧眼前，有土烧的，有电烧的，阁有金属甲玉质的加工作品。高三的学生甲部落族传统的泥力结合现代手机做成手机音响。学生讲，参与艺术创作需要专注力，对运动的练习嘛真有帮助。比如说这一天要去山上砍柴，或是去山上打猎之类的，这倒有比较有帮助，因为我的专长也是需要一点耐心去雕动作之类的。这是国立台湾史前博物馆的原住民青年艺术节，包含国内大专的学生、台东县高中职的学生，各有原住民的艺术家，拢总创作200多件立体甲平面的作品，主题是原住民的生活。卑南族的人民照生活故事，嘛对茶雕变做铁雕，作品是更较有路。所以有一个构想，就是说，让他来参观的人，他是抬头看他，是一种。好像一种敬畏啊，回到他们自己的部落的神话，去理解文化的意涵。王中华讲，国立台湾史前博物馆的本馆正在进行19年来第一遍的改建工程。6月初一开始休馆1年，但是文物的展示甲活动拢无停困，改伫卑南遗址公园来展出，会继续发挥博物馆的功能。记者综合报道。6月初5是世界环境日。阳明山国家公园伫咧今日嘛，争做全世界头一个经过认证的都市宁静公园。国家公园这边嘛，望民众伫咧传染症咧看平静了后，会当行出户外，尽量来接近大自然。大自然的风配合鸟仔伫叫，还有湖边风扇过树林的嚓嚓声，来阳明山梦幻湖生态园区，都好像就是来大自然的音乐厅。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有风吹鼠啊，还有那个青蛙，还有一些不同的鸟在这边。鸟，不同的鸟 ，yeah。看到它们的是蜥蜴啦、蝴蝶，那还有看到2只很像小鸡，是不是小鸡我不太清楚，但是也有看到松鼠。
阳明山国家公园是离台北市上近的后花园，有真丰富的大自然生态。譬如讲，园区内底鸟类超有138种，占全台湾鸟类的1/5。野类有150种，两栖类有52种，食物阁有正千种。为着要鼓励民众甲大自然连接，最近推扫城景保育理念，阳明山国家公园今年嘛正式变做全世界第一个受证的都会冷静公园。那梦幻湖地区是我们一个自然生态保护区，那大家那边有台湾水韭的这个生长的自然栖地，那边的鸟类非常丰富，还有蛙鸣、鸟叫声，还有风声、水声，我看都可以在那边好好的去倾听这个大自然。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后疫情时期，欢迎民众来户外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减少人为的噪音污染，会当让身躯甲心灵拢放轻松。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热人咧头的西南风继续影响台湾。近来天气变化拍算拢真稳定，下半部温度悬低啥款，咱嘛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31度到36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30度到35度。台南、高雄、屏东31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30度到34度。金门、马祖、澎湖27度到32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看到我就知影，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介绍小满了后刷落来的这块蒙井。蒙井汉字写作蒙井，罗马字写作母王蒙，子应井。蒙第5条，井第2条。蒙井差不多拢伫新历的6月初5到6月初7迄卡斗。蒙井这2字就是稻啊结穗的意思。这个时阵天气要开始炎热，黄霜啊雨话袂声，要种植农作物较无效。蒙井的时，西瓜乃至山影这热人的果子嘛开始上市啊。这个果子拢是鲜的，我最爱食的，尤其做成串冰嘛真赞。伫炎热的天气，通互咱体凉。除了果子，讨海人这阵海东嘛真有，伫基隆、澎湖、台南外海有小港啊。高雄外海有小床，苏澳甲小琉球的外海有北欧。有介意食海鲜的朋友，行，咱做伙来去台南食小港仔米粉。甲蒙井有牵卡的俗语有：4月蒙井雨，5月无大土，6月火烧煲。意思就是讲，蒙井迄天若落雨，就会落到5月，所以5月就无大土
到6月时，若是好天，就会热甲像火咧烧，足热足热。还有一句俗语是“望镜野，讨无食”，这句话意思就是讲，望镜了后，百花的花期拢过去啊。即阵的尾野已经无花粉通采，无通食啊。你会枵死。流望镜结穗，小光啊，小床，被乌。4月望镜雨，5月无大土，6月火烧煲。望镜野，讨无食。趁即马这开行到望镜，西瓜山影当着时，我要紧来去加食瓜。安尼，今仔日咱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